服务员，走，再来一瓶。知道了，不要喝，你喝多了。你别管我，这谈事儿呢。谁从没见你喝这么多过？别喝。那是以前，我现在是总裁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喝醉了。走，回家。你让我继续跟你们聊一会儿。醉了。行，你们的包。哦，谢谢啊。你谁啊？我好像见过你。你是那谁？他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还是我送林总回家吧。你哪位啊？我是红顶安保部部长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没事，没喝。志彤，志彤。没事吧？哎，你不要别闹。你帮我继续回去喝酒。没事吧？我喝酒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需要技术上的。哎，能不能行啊？回家吧。你别闹。车坏了吧？看来还是要我送你回去。走了，小杨。好，好，好。走，喝酒去。慢走。
什么？石头，你最近脸色不太好啊？没事，就是头有点晕。那你要注意休息了。我现在已经顾不上休息了。我们一定要加快步伐，推动电商项目，不能再让其他公司抢到前面了。可是，我们现在传统产业都出现了问题，如果把资金转移到新的项目当中去，很有可能我们几个大型产业资金链条就会全部断裂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这2天面试了几个资历不错的工程师，人事部那边始终通不过，韩副总那边也不批，所以我们的招聘计划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。云总，你看，我们能不能先把电商计划搁置一段时间？不行，我等不下去了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启动电商计划。石头，现在不是凭情绪做事的时候。我知道，但是这次我相信我自己的直觉，不管有多难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电商计划做下去。石头，就这样，我们先出去。魏总，云世彤盯住了吗？都按您的吩咐安排好了，荷兰也吭不知处。不行，技术部必须安插我们自己人进去。这个您放心，刘天辰很快加入技术，我相信以他的能力，可以让您高枕无忧。再说，现在咱们3方联盟外合，您完全可以放心。放心，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去增加人手，然后把韩元仓和云世彤的动向第一时间汇报给我。是。请问你找谁？对不起，保密。哎，你这女的挺横的，请你让开。还请我们让开？你是来找事儿的吧？我再说一遍，请你让开。美女，如果你再不出去，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你是满姬小姐吧？是的。哟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段部长刚刚才通知我，请跟我来。进。段部长，您请的那个技术专家到了。老大。段部长，这个技术专家啊，女中豪杰，功夫了得，把我底下那几个兄弟全都打倒了。你闭上眼教教我们呗。行了，方队长，你瞎起什么哄呀？我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我跟马季还有事。马季，现在情况非常严重，我要你动用一切手段，找出公司内部的蛀虫，马上展开工作。放心吧，我会做好这件事情的。我带你去技术部。
这是你的位置。李天宝。喂。请进。石头，段飞找的那个专家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太好了，那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一眼这个专家？好，走。你就是新来的技术专家，林世彤。你好，云总，经常听段部长提起你。今天见到你，果然气势非凡。过奖。听说你是先进技术的专家，这次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云总，您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哦，对了，刚刚我把电商项目的系统大概完成了一部分。还需要一些细节上的调整，就可以全部完成。这次工作结束以后，除了你应得的报酬，我还会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你更多的奖励。云总，我来这里工作不需要任何报酬。不需要报酬，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。只要是段部长要求的，我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完成。如果你要给我奖励，不如给段部长。老姐，我和云总有急事出去一趟，这个就交给你了，有什么事打电话。爸，好点了吗？我没事儿，人老了，身体也不中用了。爸，都怪我和师傅疏忽了对你的照顾。你们忙你们的就好，我不需要你们照顾。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啊，就是你和石彤啊，携起手来，共度难关。爸，我们两个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现在红鼎的项目也发展的非常好。
这个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我得先把公司的网络系统先分析一遍，这样我才能找到侵入病毒的相关载体程序。哦，不懂。说了你也不懂。那我不懂才问嘛。怎么样啊，天辰？看来红顶这次请了个高手，他们的系统正在自动检测，试图查出我们的病毒程序。这对你来说不是个问题吧？当然，这个时候反倒是最容易入侵的时候，我可以趁机植入新的病毒，这样他们的自检功能就会紊乱。你说这些我也不懂，我只看结果。强哥，看我的吧。怎么了这是？快要修复完成的系统程序全被黑客入侵破坏掉了。成功了，强哥，病毒已经成功植入进去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干得漂亮！不过病毒待的时间不会太久，等他们自检功能恢复，就会自动查杀。这已经无关紧要了，只要它成功植入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很简单，在最关键的时候出手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就可以了。明白。天辰，这事儿干得不错，看来你是时候进红顶了。听强哥安排。行，你继续。那怎么还能救好吗？这怎么跟老大交代？嘘。没事了。看来是有人盯上红顶了。韩总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办好了。郑成强的手下刘天成技术非常的厉害，已经对公司的系统植入了病毒，效果非常好。好，那可以安排他搬入职了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告诉他，让他把云石彤想要的系统给做出来，然后再进行病毒植入。好，一定要办得天衣无缝。魏天浪那边的后续接触就由你来负责。我还是有些个担心的。韩总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魏天浪是个狠角色，你以为他把刘天成安插进红顶，单纯是为了来控制云石彤吗？我是怕他过多的渗透进红顶集团，到时候我们若是推翻了云石彤，可公司内部埋下的隐患不可收拾啊！韩总，您放心，我明白了。系统最大的控制权还是要掌握在咱们手里。我会吩咐下去，派人盯着刘天成的。好，这样最好。你又在找救什么？怎么？我很让人恶心吗？哎，说正事，帮我把这些人安排到新的技术开发团队里。
我没这个权利。你在给我演戏呢？别装了，我都派人打探过了，云师同叫你组建新的技术团队，有这事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说天海就这么大，我要想知道难吗？但是放心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这事儿办成了之后，其他的事都听你管。嗯。好吧，希望这真的是最后一次。啊，说好啊。想我给我打电话，随时。走吧。石头，我们先别回家了。为什么？你看看后面那辆车。后面那辆车怎么了？我们从医院出来以后，他一直跟着我们。你是说我们被跟踪了？那怎么办啊？你想不想看一场好戏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出来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老大，照顾好大嫂。能打是吧？马进，你要真有人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老冯早就知道有人跟踪你，不过今天算他们走运。那你能不能早点告诉我呀？你不懂，这样才能有效果。邓飞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你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啊。你们也要小心。我先送师彤回家，一会儿全场见。你还走？怎么了？你舍不得我？你是一个人睡觉，害怕吗？你想想，如果不是韩云仓的话，还会是谁？有谁会阻止你的电商计划？又有谁有能力阻止你的电商计划？没错，如果真的是韩元仓的话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的。
那你想怎么办？在人员把控这一块，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可信的人。荷兰姐，你是我在公司最信任的人，把控好人员技术这一关就交给你了。石头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我们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随便说。我知道你的电商计划前景很可观，但是在具体针对方向，还有面对的受众群体等等大数据分析统计还没有搞定前，就急功近利找工程师投入设计，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科学？我希望你能再慎重的考虑一下。荷兰姐，我每天都陪在石头身边，我知道他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荷兰，我知道你做的这些事都是在为我考虑，谢谢你。但是你说的这些，我之前都有考虑过。红岭的优势在于传统商业，对于电子商务的领域，基本上是一片空白。而现在，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老牌上市企业，都面临着传统商业缩水和企业转型的危机。所以，我们能想到的，别人未必就想不到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你说的我都明白。谁先抢占了先机，谁就能占领这个新的市场。我不但要尽快找到工程师，我还要在1周之内得到一个完整的手机端客户产品。什么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好，就算我现在把技术人员落实，但是在1周内就完成客户端设计，这是不现实的啊！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荷兰姐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，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吧。好吧，既然云总已经决定了，那我这就去办。韩总，各个部门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我看谁敢跟他们串通一气，我就让他们好看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技术人员给他实施，他能怎么办？没有人执行，云世彤的电商计划就难以实现。到时候看他怎么跟公司的人交代。云总，秦助理啊，我看你们挺忙的，所以我出去给你们买了饭，你们先趁热吃吧。要吃你跟秦助理吃吧。我看最近公司事儿挺多的，你和云总一定要注意休息，一定要按时吃饭。最近大家为电商计划都很辛苦，觉都没得睡，哪还有时间吃饭啊？那看来我还要回去跟我爸好好谈谈。世彤，柳峰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好经过，看起来像你，没想到还真是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们公司最近在做电商计划的事情，也许我能帮到你。以前我在国外做过这类项目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好。看来你也挺累了，要不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改天见。改天见。
来，哥几个，好东西啊！来，庆祝老哥回归团队，峰哥。不错。你怎么了？除了他老婆，谁能让他这么颓啊？懂你的，峰哥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我也敬你一个。老大，一起。段飞，有什么心事说出来，大家听听。李达的事情虽然过去了，但我总觉得石总依然面临着危险。行了，老大，别疑神疑鬼了，还有谁能对嫂子不利啊？李达的事情肯定跟韩元桑那些人有关系，他还是会阻止石洞的计划。魏天亮的阴谋也不明晰，红岭的商业方案外泄，泄露者都不知道是谁。我觉得更严重的事情马上要发生了。不如让我去查，把泄密的人找出来，再把安保问题先处理掉。也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当年杀我爸的人也在这项阴谋当中。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事情了？还不确定，不过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。看来又有一场好戏了。段飞，我知道你等这一天很久了，但是在解决红顶危机之前，你最好还是忍着，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老大，峰哥说的有道理，不然很可能还有人对你和嫂子不利。放心吧，为了找出那个人，我等了很久了。老大，我敬你一个。老大，你这么晚回去，不怕嫂子骂你啊？他要骂就让他骂吧，反正已经习惯了。真男人，敬真男人。来，干杯！哎，不错不错，这酒喝得很好。大哥，这酒不错啊。去的，来，接着喝。喝。我真喝不了了。这点酒就喝不了了。我真喝不了了。这3杯酒都喝完了，这一小沓钱就是你的了啊！喝！哎，乖乖，不错不错啊！这一小沓，哎，也给喝掉。可我真喝不了了，我要走了。别着急呀，我跟你讲，喝完这一沓，这些钱也是你的。来嘛，来，喝，来，一起啊！来，一起，喝掉。哟，真乖，来，老哥亲个，哇！哎，喝，不错，再来一个，快！不想吐了吧？别，没事，慢慢喝啊。好喝，哎，漂亮，来，再来一个。来嘛，喝，又喝不了了，喝掉，哎，喝，哎，喝不了就别喝了。你喝你认识啊？走吧。别喝干嘛？老大，干丫的！
先走了。谢谢，不过这个你得拿着。以后啊，你不要担心钱的事儿，好好工作，这样你妈妈才会觉得欣慰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要不然还有什么事儿？没，我就是想谢谢你。没关系。天浪集团已经成功的渗透到红鼎的各个机构，红鼎的机密消息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手中。非常好啊，我们离目标又近了一步。相信不久，红鼎的内部一定是分崩离析，击垮了云家的势力，韩副总，你就可以顺利的取而代之了。你们就那么有把握击毁云师彤吗？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应该是万无一失了吧？你说呢？还是要小心谨慎，一步一步走。现在红鼎内部大乱，云师彤肯定是焦头烂额。在这种难得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折磨一下云大小姐。刘芳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
你跟我们合作，什么都不要，为什么要置云师同于死地呢？难道云家人得罪过你？韩副总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点：我的事，你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。总之，我做这一切，对你们来说，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哎，老何，柳峰既然有难言之隐，那我们就不问那么多了，反正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嘛。来吧，韩副总，为了共同的目标，啊？好。